阿志啊，哎，来看一下看一下，哎，今年的刺哎啊，哎又大又红哎，嗯哎，看起来浓厚色啊，哎呀，懂我说哈。哎，你要不要买一些回去看看啊？好啊，青奥是吃的呀，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哎呦，嗯，哎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前阵子新竹客家地区啊，正好是救光凤来临的季节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很多客家人趁那个时候啊，就是采收这个吃哎。啊，真的吗？哎，我知道救公逢哎，上次我去那个新竹北埔的时候，遇到一个那个阿婆啊，她正在修吃哎啊，就她准备要做吃饼。而且那个阿婆好热心哦，她也告诉我吃饼是怎么样风干制作的耶。吃饼哦，我们懂好生呢，真的哦，不愧是客家人呢，看到一种水果就可以联想到哈嘎蜜色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只是知道这哈嘎蜜色啊，我还知道这个吃饼啊，是怎么风干做的，你知道？它要用半熟的吃哎，不可以全熟哦，要半熟吃哎啊，然后把它削完皮以后啊，下去风干，做起来的那个吃饼啊，哎呦，吃下去 QQ 的，而且这个味道久久没有办法忘记。哎呦，你还真是个专家哎！哎呦，开玩笑，不过没什么啦。不过我还想再去买一些其他的水果啊。不晓得什么水果较好吃啊？甘咩较好吃啊？甘咩啊？那我们去看看。好。甘咩？甘咩？哈？甘咩怎么那么贵呀？这样才几粒而已耶，这么多钱哦。哎呀，你已经几多钱呢哈？这样算起来哈，已经一多钱呢。可能是因为橘子才刚出来的关系啊，所以比较贵呀。哎呀。不然我们一贵，我们不要吃这个好了。我们不要吃这个了，我们看看便宜的水果好了。便宜哦。香蕉好不好？香蕉啊。香蕉，好，走。买香蕉。走。那个较太条啊，较厚啊，较酱啊。真的吗？大条比较好吃啊。但是我们不然这样好不好？因为它都包着，我们先买一份就好。好啊，好啊。好色啊，这个来买。好色这样来买啊。哦，对，所以啊，唔讲客家话啊。色唔到香蕉。吃九江凤，香蕉，好色逐個來買，